我喜欢的是哪个？朱哥哥，你别误会，不是他放我走的，是我逼着他让他放我走的。你就真的这么讨厌我吗？朱哥哥，我不讨厌你，相反，我很喜欢你。可是我对你的喜欢跟对龙小弟的喜欢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的，我从小最讨厌的就是让自己做勉强的事情。我知道我不能嫁给龙小弟，但是我又不想违心嫁给你。对不起啊，朱哥哥。大师兄，我不是想和你抢一欢，因为我知道，其实，在一欢的心里，我的地位跟你比差远了。我只是不想一欢嫁给他不想嫁的人，因为那样他不会幸福。朱哥哥，你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我要逃跑了，我跟你回去，你能不能别怪罪叶哥哥？真的，我说到做到。我答应你回去以后，我再也不逃跑了。但你千万别告诉我爹还有师傅们，不然的话，叶哥哥肯定会被重重责罚的。不，我不能答应你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等你吗？暗中监视我，防止我逃跑。原来朱哥哥在你心里就是这样一个不顾及你的感受，只知道禁锢你、逼迫你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放我走？是，我本想悄悄放你走，但没想到被叶师弟抢先一步。大师兄，你真的肯放一欢走啊？你明明可以和他成亲的。你喜欢一欢，希望他幸福，而我比你更爱他，难道我就不希望让他幸福，不能成全他吗？欢梅，你我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更有婚约在前，所以你在我的心里一直是我的太子妃，谁也抢不走。但是我答应过你，要让你幸福，绝对不会勉强你。我喜欢的是那个无忧无虑、活泼快乐的欢梅。我不想看到你整日愁眉不展，心情抑郁。朱哥哥，我只想最后再问你一句，我跟你10多年青梅竹马，真的比不过你跟康熙相处大半年的时光吗？在你心里，你真的从未爱过我吗？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我会尽力让你这辈子幸福快乐。朱哥哥，其实你在我心里的分量是很重的，你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人，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兄妹之情，无法变成男女之爱。我这次逃走不是为了去找龙小弟，我跟他是不可能的，我不可能嫁给他。我只是觉得成亲是这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既然没有办法对你一心一意，那我就不能嫁给你，也不能做你的妻子，那样对我们都不负责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给你准备了一匹马，还有一包你最爱吃的零食，包里面还有一些银两。你走吧。
谢谢。朱哥哥，樊姐姐，叶哥哥，保重。小师妹，你也多保重。有什么问题，随时就回来找我们吧。驾！驾！驾！朱子轩，你真可怜，你不仅失去了你的江山，连你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，你就是一个懦夫！懦夫！啊！没想到小师妹的离开，对大师兄伤害这么大，他居然走火入魔了。如果我不救他，他不死也要落下一个残疾。不救还是不救？如果我不救他，以后玉欢知道了，一定瞧不起我，更加不会理我。大师兄放走了易欢，我心里怎么还隐隐高兴呢？倾城，你醒醒吧！就算如此，你以为大师兄就会忘了小师妹，把一番情谊转移到你身上吗？叶师弟，我没想到你会牺牲自己的内力来救我。之前是我错看你了。大师兄，我是喜欢易欢，但我比你更难得到她，所以我才会放她走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你明明可以得到她，却也宁愿放她走。如果换作是我，我做不到。我打心里佩服你。好兄弟。这个，好，慢点，这往放。怎么了？太子，义父，诸位师傅，我跟欢妹的婚事取消了。什么？
从今往后，你们要互敬互爱，相互帮助，以后光复我大明，就要靠你们了。这个给你，我们和好吧。周哥哥，你也吃啊？你吃吧，我不喜欢吃。给，来，一会儿妹妹。朱哥哥，虽然你放我走了，可你心里肯定是希望我留下来的。我就这么走了，你一定会很难过。天下这么大，我该往哪里去呢？一欢啊一欢，你既然和龙小弟是永远不可能的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他呢？一心一意地对待你的朱哥哥。不，我做不到。你没有试过，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？也许你可以慢慢忘了你的龙小弟，慢慢爱上你的朱哥哥。太子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欢儿任性，难道你也不明事理吗？我这就去追他，我就不相信，我拼着性命不要，却换不来他的回心转意。义父，你不要去追易欢了，他夜里就走了，你追不上的。而且，我也不想你再拿自己的性命去逼迫欢妹跟我成亲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我们就放欢妹一条生路，让欢妹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。太子，如果他回到紫禁城找到了康熙，难道你也不后悔吗？我相信欢妹不会去找康熙。如果她真的去找了，我也不后悔，我会祝福她的。太子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身负国仇家恨的重任，你居然将先帝给你定下的太子妃拱手让给康熙那个狗皇帝，你将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置于何地？你将我们这帮誓死追随你、誓死效忠大明的臣子置于何地呀？义父，诸位师傅，我不仅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，也是你们的弟子，朱明联盟的成员。我违背了盟约，愿意接受盟规处置。哎呀！你可知你犯了哪条盟约？该当受何处置？弟子知道。不遵师命，鞭责20；私放联盟成员脱离联盟，鞭责40。弟子两罪并罚，鞭责60。请义父遵守盟规，立即执行吧。联盟执法弟子何在？在。大师父，大师兄虽然私放一欢，犯了盟规，可他毕竟是大明的太子，不是寻常联盟弟子，当有豁免权。还望大师父收回成命，饶过太子这一回吧。求大师父收回成命，饶了大师兄吧。你们不必为我求情，正因为我是太子，更应该以身作则，坚守盟规。更何况我是明知故犯，如果义父和诸位师傅不惩罚我，以后还如何管理好联盟？那就请联盟执法弟子执行责罚吧。驾！
晋王，你看是不是略施责罚就可以了？不用鞭责60这么多。24、25、26。太子要以身维护盟规的威严，维护他自己的声望。我们应该成全他。33、34、35、36。住手！太子，太子，你身体强健，武功又在诸弟子之上，怎么受此小小的鞭刑就会吐血呢？大师父，太子昨晚练功走火入魔了，其实已经吐了很多血。如果不是弟子及时出手相救，恐怕太子这回已经没命了。你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四师父，是我不让叶师弟说的，你不要怪他。晋王，太子确实是练功走火入魔了，受了内伤，责罚就到此为止吧。是啊，晋王。莫生，你先扶太子回去休息吧。义父，快起来。还有24鞭没有打，请继续吧。太子，你已经身受内伤，我看这责罚就暂且记下吧。我这点小伤不碍事，再多养几日便能恢复过来。如果因此减免了对我的刑罚，以后还何以复仇？还何以与大家一起光复大明？我撑得住，请继续吧。只有这样，我的心里才能好受一点。继续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朱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不该回来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！朱哥哥，你不是想我回来吗？我现在回来了呀。我不需要你的怜悯。我没有怜悯你，我是心甘情愿回来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那你真的放下康熙了吗？朱哥哥，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慢慢忘了龙小弟，行吗？好，我不勉强你。对不起了，龙小弟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好好的对你的3宫6院七煞而飞吧。而我要忘了你，我要一心一意的对待我的朱哥哥。
皇上，黑狐的飞鸽传书。传索额图。这。太子，你练功走火入魔，受了内伤，现在又受了不轻的外伤，在你伤好之前，最好不要动用真气跟他人交手，不然你这个伤势会缠绵不愈啊。徒儿明白。靖王，皇儿已经回来了，那他跟太子的婚事还照常举行吗？今天本就是定好的大喜日子，太子虽然受了伤，但是却行动无碍。我看婚礼还是继续举行吧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太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欢妹，你不会改变主意了吧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。我的身体不碍事，既然你能回来，就是最好的灵药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今天就给太子和奕欢完婚。好，可是这吉时已过了呀。哎，不要紧的，择时不如撞时。既然奕欢他能够迷途知返，及时赶回来，这就是最大的吉事。至于吉时嘛，自然就是顺其自然。咱们大家都赶快动手，把大厅重新布置一下。好吧，只怕最快也要等到晚上才能举行婚礼了。晚上就晚上吧，给他们拜堂之后，刚好就让他们进洞房。欢妹，你如果真的后悔了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不，一切听从师父跟爹的安排吧。谁？大师兄，倾城，原来是你啊！我是来给你送礼物的，这是我亲手编的同心结，算是我送给你和小师妹的新婚贺礼吧。希望你们能够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。我也祝你早日找到那个全心全意爱你、珍惜你的人。
大师兄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我没有勇气看着你与小师妹成亲。我祝你们幸福。比平时英武潇洒多了，哪像这清朝的服饰，穿着浑身不自在。太子真精神，可说呢。好久没这么大喜事了。太子，你的伤不碍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义父不必担心。那就好。太子呀，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这身上的伤啊，也许就不药而愈了啊。太子，你叫错了，你马上就要跟奕欢成亲了，你还在叫晋王义父，应该叫爹。啊，这也算亲上。对，是啊，爹。哎，欢儿怎么没来呢？啊？哎呀，这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化一化妆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肯出门。倩影正在给她梳洗打扮呢。这样吧，我去催催她，就说咱们的新郎官等急了。我们家欢儿好美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，可千万别让新郎等太久。樊姐姐，等你出嫁的那一天，到时候我也为你梳妆吧。我这辈子怕是会和雪姐姐一样，都不会再嫁人了。我和雪姐姐心中的那个人，怕是都是不可能。可我们既然不能跟心中认定的那个人在一起，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再嫁给别人。樊姐姐，姻缘二字是这世上最难说的了。我们会遇到有情无缘的人，可有些人却是命中注定。我跟你其实是一样的，在我心里的那个人，我跟他注定是不可能，所以我们是有情无缘。可我跟朱哥哥呢，就是命中注定。好了，既然你决定放下心中那个人，决定要嫁给大师兄了，那就不要再去想他了。不然的话，不仅会伤了大师兄，还会伤了大家的心，更会伤了你自己的心。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欢儿，你这身打扮可真漂亮。倩影，你要准备好了，就快把新娘子带过去，赶紧拜堂成亲，新郎都等急了。哎呀，知道了，娘，我们马上就好。快点啊，快点，欢儿。我不想盖这个盖头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哪有新娘子不盖盖头的呀？乖。等一下，
是谁放的孔明灯啊？哎呀，好了，别看了，小师妹，大伙都等着呢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雪姐姐啊？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她，劝劝她吧？毕竟我出嫁，她也该陪陪我啊。好，那我去叫她，也劝劝她，把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放下。那你可在这乖乖等我啊。不好了，徐姐姐不见了。啊？不见了？哎，小师妹呢？新娘子也不见了。叶欢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我刚刚给她打扮完，在扶她来拜堂的路上，小师妹突然想起雪姐姐不见了，让我去找雪姐姐。结果我这雪姐姐没找着，回来路上小师妹也不见了，我还以为她自己来大厅了呢。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成亲啊？大师兄，刚刚小师妹就是在这儿等我的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雪姐姐也不见了，他们该不会是被人给掳走了吧？不可能，以倾城的武功跟易欢的轻功，没有人可以不动声息地把他们给掳走。大家都四处找遍了，也没有找到雪倾城和易欢，真是奇怪，他们能去哪儿了呢？倾城这孩子有些心事，咱们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心里自然都明白。他大概是没有勇气看到太子和易欢成亲，所以便不辞而别了。可是欢儿又去哪儿了呢？他不会又逃婚了吧？可是这次是他自己回来的，他还说已经想明白了，忘记康熙一心一意对太子。我觉得这次欢儿是下定决心要回来跟太子成亲的，只怕是临时又动摇了，又没法面对太子和我等师长，所以便不辞而别。老大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这穿的是明朝的新娘服吧？真美。你看到了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。你这么着急来见我，是想当面祝福我呢，还是想趁机把明珠谷的人一网打尽呢？都不是。小弟是毒瘾发作，想和老大赌2把。我还要回去拜堂呢，没时间跟你赌。赌的不是骰子，赌的是心。第1把，朕放一盏孔明灯，赌你能不能看见。若是你没有看见，或者是你看见了不来，那朕就输了。幸好你看见了，而且你孤身来见朕，就说明朕赢了。不，你输了。我孤身来并不是想见你，而是想告诉你，我要嫁人了。如果你还念着一点我们之前的旧情的话，就请你别打扰我今天的洞房花烛之夜，也别派你的兵来追杀我们。朕若是要派兵追杀你们的话，
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了。朕不相信你会嫁给朱慈轩，朕也接受不了你嫁给朱慈轩。朕第二把赌的就是，等你见到朕之后，你是否愿意跟朕走？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输了。未必吧。朕不相信你心里没有朕，就像朕忘不了你一样。一得到你要成亲的消息，朕就六神无主了。朕不会让你嫁给朱慈轩的，朕也不会让你再离开朕的身边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成亲了？因为你我是同月同日生，又是结拜兄弟，所以心有灵犀一点通啊。你别骗我了，我跟你只是同月同日生，可我跟朱哥哥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我跟他的缘分不比你强吗？我问你，是不是我们谷里还有你的奸细？老大，不对，欢儿，复明是不会成功的。你与其等着做什么朱明的太子妃，不如做我大清的皇妃。你虽是汉女，但是朕可以给你抬一个旗级。你虽然当不了皇后，却能得到朕的专注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老大了，你也不再是我的龙小弟了。我们两个结拜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时兴起的玩笑，而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梦。如今梦醒了，我们都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根本就不想要你的什么专宠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走吧，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别再口是心非了，朕不相信你的心里没有朕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要在成亲之夜偷偷的跑出来见朕？你快走吧！你现在再不走的话，被我爹跟师傅看到了，你可就完了。你看看，你还是那么关心朕。今夜你不跟朕走的话，朕是绝对不会走的。你简直就是个无赖！你现在拿下一个真龙天子，拿下一个九五之尊啊！真龙天子、九五之尊，那是对别人而言。在你的面前，以前朕是你的龙小弟，以后朕是你的男人。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你打吧，你打死朕吧！你要么打死朕，要么跟朕走。我恨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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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让我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发过誓，我心里不能再想你了。如果我再想你的话，那我就一辈子吃糠咽菜，穿粗布麻衣，变成一个丑女人了。既然你已经发了这么毒的誓了，那唯一的解毒办法就只有以毒攻毒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我已经发过誓了，我心里不能再想你了。如果我再想你的话，那我就一辈子吃糠咽菜，穿粗布麻衣，变成一个丑女人了。既然你已经发了这么毒的誓了，那唯一的解毒办法就只有以毒攻毒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大人
应过我的，也不会杀龙小弟的。可你也答应过我，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，一心一意对我。欢梅，其实你昨夜走了，就不该回来，不该给我希望，又马上让我绝望，不该把我最幸福的一刻变成最耻辱、最伤痛的时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朱哥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你别杀他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去拜堂成亲。她不能回去跟你拜堂成亲，她要是嫁给你的话，那就是对这位无情，对你不忠，更是对她自己不仁。玄烨，你不要为难一个女孩子，你有种来，可否有种跟我决斗？论武功，朕远非你的对手，但你我的身份又不是江湖的寻常莽夫，怎可以武定输赢？若你我争的是天下，自然不该以武论输赢。但现在，我们争的是一个女人，则你我的身份，不过是世间一寻常男子。爱新觉罗玄烨，拔剑吧！我就站在这里不动，只用一双肉掌与你交手。你若能逼得我双脚动一下，就算你胜，我和易欢的婚事取消，你带他离开。你若是败了，我也放你一次，让你离开。我带易欢回去继续我们的婚礼。是男人，就接受这次挑战，否则滚回你的紫禁城，做你的八面威风的皇帝。但是，你再也没有资格以寻常男人的身份来跟我抢易欢。好，那朕就接受你的挑战，与你决斗。你疯了吗？你肯定打不过朱哥哥的，你快走啊！花儿，自8岁起，朕就只能是一个皇帝。但是朕现在想任性一回，做一回世俗男子，去真真正正的跟朱慈轩来一个决斗。若是输了，朕也绝不后悔。朱哥哥，三师傅说你这几天都不能与别人交手的。康熙都应战了，难道我还怯战不成？欢梅，这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的决斗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朱哥哥，玄烨，动手吧。龙小弟，朱哥。龙小弟，龙小弟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们两个别打了！玄烨，你现在明白了，做皇帝，你或许比我强，但做男人，你永远比不上。所以，你还是认输吧。绝不认输！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千万别杀了龙小弟！朱哥哥，龙小弟，你千万不要杀害我的朱哥哥！朱慈轩认输了。他已经输了，你跟朕走吧。不，他是因为我逃了婚，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了。他私下放了我，犯了蒙规，所以受了鞭刑60下。现在和你决斗，又加重了伤疾，否则在平时，纵使有10个你也打不过我朱哥哥的。朱慈轩身受重伤，还要跟朕决斗。如此意气用事，怎么能成就大事？那你呢？孤身一人前来寻我，
难道不是意气用事吗？婉儿，朕不是意气用事。出来吧！皇上，原来你早就安排好了。婉儿，朕想做你的男人，但是朕更是大清的皇帝，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意气用事。倒是朱思轩，明明受了重伤，却还只把心思用在你我二人之上。他过来的时候，没有发现林中有埋伏。那你现在想干嘛？你想杀了我朱哥哥吗？婉儿，朕不想骗你。你和朱思轩，朕必须带走一个。如果你今天不跟朕走的话，那朕会将朱思轩带回去打入天牢。有太皇太后在，朕无法保他不死。但你若是跟朕回去了，那朕可以将他留下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这根本不是在跟我赌，你这是在逼我。这就是在逼你。因为朕输不起，朕不能没有你，朕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嫁给朕最大的敌人。玉，易欢，大师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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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是先把你送回去。这是师傅们发的信后弹。不行，我不能带大师兄回去。华梅，华梅，大师兄，你醒了。你醒了，大师兄。怎么样了，大师兄？好点了吗？倾城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大师兄，你昏迷了3天3夜，都快把我急死了。你昏迷前是不是跟人交手了？你忘了三师父的嘱咐，在你伤好之前不能交手，不然你的伤会缠绵不愈的。欢梅呢？欢梅现在不在这儿，师父们在找你，还发出了信号弹。我没有把你带回去，因为我怀疑咱们明珠谷可能有内奸，所以康熙才会这么快就……我不想知道内奸是谁，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，我只想知道欢梅去哪儿了。大师兄，他是不是跟康熙回宫了？大师兄，你别这么激动啊！你告诉我，他是不是跟康熙回宫了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太激动啊！那天我打算永远离开你们，可是我离开山庄没有多久，
我发现天空中有孔明灯，我就猜到是康熙去找易欢了，就悄悄跟了去。结果我看见，易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跟康熙走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这样子羞辱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师兄，为什么？大师兄，为什么？哭出来了，心里就会好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要！龙小弟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你永远不会杀他们的，你不能出尔反尔啊！不是朕要杀他们，是你们的奸细把他们出卖给太皇太后，是太皇太后执意要杀他们，朕也是迫不得已。行刑！师叔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做了个噩梦。先下去吧。是。朱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你现在是不是很恨我？因为我无情无义的抛下了你，跟着康熙走了呢？你和朱慈轩，朕必须带走一个。如果今天你不跟我走的话，那朕会将朱慈轩带回去打入天牢。只要太皇太后在，朕无法保他不死。但若是你跟朕回去了，那就可以将他留下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这根本不是在跟我赌，你这是在逼我！这就是在逼你，因为朕输不起，朕不能没有你，朕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嫁给朕最大的敌人。朱哥哥，我没有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。我一来是为了救你，二来是为了查清龙小弟为什么能对我们这边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我们明珠谷是不是还有奸细？你能原谅我？哎呀，这穿什么东西？这人怎么穿这样？哎呀，这不前朝服饰吗？真是少见。你看看他穿的什么衣服呀？有一个喝多的，你看看。是。行，拿酒来。
客官，你这都喝了一晚上了，还能再喝吗？你还有钱再喝吗？连你也看不行，因为我没钱吗？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客官，只要您觉得小店的酒好，您随便喝啊。倒下去。啊！哎呦，你看这人胆儿真大呀！竟然敢穿前朝的服饰。对，你看还穿着新郎服呢。哎，咱们走。哎，来，你们说，这人会不会是乱打啊？哎，要真是乱打，岂敢穿着前朝服饰公然上酒楼来招摇？我看不是哪个戏班的戏子，就是个疯子。对，有道理。哎，我看他可不像是疯子。你看他那副伤心欲绝的样子啊！你说他既然穿了新郎的服饰，他不去洞房花烛夜，跑来这酒楼干什么呀？对。哎，我看呐，一定是新娘嫌他不中用，将他赶出去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说命啊，是这新娘子别有所爱，逃婚去了。那这个男人岂不成了一个大乌龟？王八！给我滚！他说什么？给我滚！哎呦喂！敢让大爷滚，爷现在让你滚，你滚！呀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咱们撤，快撤！是你呀！酒，我要喝酒，给我酒，给我酒，我的酒呢？哎，我的酒呢？
天了，我真的好开心，好欢喜啊！朱哥哥，我也是。